对，囡仔一年是加一岁，我追求一年是一年好，为到日子来买十岁呀，买十岁，买十岁。哎呀，镜头凹碎碎啊，18年啊，18年前，我甲讲迄个卫生啊，运动啊，讲对路啊，永远唔过来往啊，啊，唔过看我讲迄嘛，阮穿卫生啊，阮阿姊生啊，哎。定想要来去看卖啊！啊，小连续来遮卖3-4日啦，看到嘛后盖分，啊无通看到阮卫生啊一个影，安尼啦，我就继续踮遮安尼，较有耐性嘅，啊个味阁较出来嘅，啊话较大声嘅，总有一日啦，我会去看到阮卫生啊来甲买过。无用了几个月啦，这该必办的物件啊必办起，我家己的一双鞋表面做我这样一地步，太好了，我你做嘢啊是最难过。好。
那莫讲卖咧透透皮皮，就应该欢欢喜喜。阿姐，你安怎来不及啊？你讲的是假，那是这个是假。是啊，你会捌赢无？哦，阿姐啊，我问你吼，是假应该有几部少呀？就是我母养的迄一位啊。今年几岁啊？18岁。18岁哦。啊，拄啊好是18岁哦。那真拄好。小弟啊，你讲什么啊？哦。小弟啊，我害你在哪里？你跟着我讲啊！阿姐哦，这一时啊，跟你讲袂了解啦。你袂，你叫你去啦。哎呀，阿姐，我住伫咧城口的土地公庙的，啊无你明仔载再来找我吼。可是你少爷的心情，我袂会去啊。少爷，还要心情啊？是啊。哦，安尼好，不要紧，我接你带你就是，你准你去摸赢。小弟啊，哎呀，我来嘞！来个。18岁哦，那才拄好。
安尼落去如何是好？比性格判我，我该一定心情随意马过。时间无大，请少住啊！我无想别困，别困，别困，你早点起床吧。我让他这出去。
咱们这一捆的，我跟你讲，东风已经东风了啊！要抬头下山，又去甲新娘困做伙，家己一个人走去遐私房啊，你戆戆啊坐咧。姐，你心正贵，我也心焦，自小姐讲你不是，你哪能出在你个富的本事啊？这位亲属，我无忘意，要是退钱较好。什么？退是要安怎退钱呢？工程啊分了啊，人客啊请了啊，红包啊收了啊，天地啊拜了啊，要来个退钱。我跟你讲，做小姐肯定真生气，赶紧你去衫裤退的去困做伙，若是个人三走，我会攻击你的脚骨。也好我讲，后边安尼哩。哦好。听人娘的，今日去父亲，结婚，父亲，快！
行，你从严肃，我叫你那好李红相信呐。再来棒，再来棒！我还别听，小狗讲嘅，叫你小狗臭。是。有请苏高如今什么代志，还不重新讲来。听讲啊！我这盘条跟小姐我心情差，就离开新办。这盘条就看小姐之梦，你害你实在唔知。嘿，小心啊！我让他的叫我去东方美丽自水底下，我良心的都不是你一直的背后，天将。我找到他这个官，为官。我如今的这小表现百姓，囊中记载，小小将你提报归案，严点不干。哦，我先发现，发现了，啊，我顶一刀草去啦，这个我个当，来，行啊，行来讲，发现了，明白？大哥，我马出去，发现了。
听到。大爷嘛。这齐天树乃是本官的姓大，伊的为人，本官也是一字。你看，伊这读册人手无别字的，在面贵官，你为何你知唔知你死罪？原来是你官的所在，你是故作私心之情，才来顺书怪罪。我再来问你，既然你是地官的所在，为何唔变时唔严加广告，强硬用你该当不对为官，我努年好十岁，自幼本错非母，但也家天良结完。师傅，这东方花烛之啊，今年留一个在房中，分面是假装派以便以做为先知的。如今这里开错，第四做便是马开不动，现在我做点动，还是以天为动，一年一地难题。这罪情不足，你是可发案必结，3天一片这些罪路就错。你若唔定你死罪，以为你当场交出凶手，那么讲3天就是3死刑，也太忙不得。那家丢度，连不管你这7片坚定中央包，快将你拉回府给我被一旁听好啊，我将7天书办了，快点！
初代行教。哎呀，回来啊！有请，有请初代行。用手已经归案，为何地点先等我呀呢？这最近不久，王大人，齐天数害西花奴隶，就往后一退化，是何道理？相亲以那规范，为国度兴亡。那谈何相关？文武天教义。大人啊，这人命关天哦，毕竟他蒙断啊。一张齐天数，人命关天，那多奴隶的命，就是路边的野草嘛。是地光，你可在？古代是我家的女性，就算稍有差地，我看你老不这。有点是咯，有点是咯。好，这新流新相手，我边前头要我费无办法。我白前得造谣定罪，豺狼抢命，罪不容赦。哎呀，大人啊，这齐天数一并无靠强啊。用断力，一不定不加。大人啊，你这是交警不强啊！交警，你心不静。两派关系等于丢出些命不对。你够！
7点数打就回来。我早做英雄才能，要把汉王救困。我做江左苏起海，海挂左门，抓到在红小跳，当路上走上里，就算好歹。姐，你把马子，你都放弃呀？老是你可以体验，为官。电脑手快快给交来！并无出境，带领乱交都。今天你在又在江边，你那不叫哪样？让7天数一晚上打谁了怎么办？快快引我！我交给你。乱闯公正，乱攻国策。长安，该年聪明有眼书上课，快快讲来！在下东风案发之后，聪明家中见了一人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什么人？就是我家灵庙洞房中的凶器，乃是灵庙平时提过以上所用的剪刀，案发之后不见灵庙从哪了？灵庙平时非常老实，将来我速速离开府内。是啊，平时有见到传入我家说死小姐，然后劫走了灵庙了。劫走这个老灵庙，去做阿妈。我回出啊，依然你一管。我说，我来问，这地鸟跟我都是有何瓜葛？
要将你的出作手里。这边吹着林兵了，看住了林兵。俺家主出兵兵，留在江边，7天是不讲再打。长安大人啊，小我家兵是上他新天兵来的，必不过说是小家，我大人全部困害不过呀。大人太不好的，我家都亡了。 7天是那新疆，你本不便宝贵宝币脊椎来呀！将7000个武艺我当当的打。爹爹，父亲，大人，我父母你老三人受出大，你怕就怕万死。那就让人白惊魔惊当这怕。刘大人，快归我爹你。那你教也不教，还您一代不罪可教。你教不教？教来呀！将7000个武艺我当当的打。我教。7天数，他是高修修哇哟！
官，用完你讲，是小将领阿虎引调推到起。大人啊，按效我论，一将天数关进西楼，天朝金波配门铁打，再引出关。我定连满来呀！将西天数列替阿虎引调。我问你哦，讲迄个啦，太子的夫人，太子小姐是安怎讲啊？5时3刻就要会战嘛，这到底是安怎讲啦？这小弟啊，你可知影迄个小姐是什么人咯？小姐是哪人啊？伊啊，你是10岁以前刘惠妹的孙生啊！哎呀，我要去排啊！做家小姐，心情快乐，新婚之夜，竟然甲新郎相妹，不可以相会，要还家乍多幸有，了主相心咯。可惜如今就是害了小姨啊！你不是害着小爷啦？听我再讲，你听小爷是哪人啊？什么人？伊是你亲生18年前，你离婚前后，我是惊你袂做人的，因此啊，我甲家己的月薪啊，送互饲家母养去啦。阿
断掉，阿想断跑来。我第3天那个将齐天书回到齐藏。大人，今日来到法庭，必见一难控告。公来，大义来。更多不长不在心，可张天书我应东，从今同向一段，出山还南立太平，追讨他的心，不必冒险来激进，不怒向天子上山，一个公平一起定。大女，我是一天听我批文相比系打啦，那当这批文相比系打么？总之呢，小事大件，是我等你严肃。强风上追，我当待，我用这段的会先进。哎呀，大姐，别着急，放他听听嘛，也是在。你是何人？你看我是何人？我你在混子太多的山，我。哎呀，看见我五个，快出去！切！不听懂，你这他猪！你不要弄屁官正乱一场，今马几我的北京的点点头。
现在我就想就是第五路一行，烈气谁记？我家有你当年亲手下皮，你这皮是哪里来的？哪里来的？18年前的花卉我捡到的。我乃天数是我亲生的，太爷啊，这个西沙提告，应将人还扣杀不可。原来的我杀，是天数无罪开下，无罪开下，无罪开下，好，齐天数无罪开下。那么的，咱过来。你就是你老公。
做地府如今送入失体，该收的罪过拢收了，你就原谅伊他吧啊！天数太惊，亲近难过，为农易水，做地府总不是，伊嘛是你的亲生老爸，有道是天下父不心之父母，你太太计较啦。天数我意，如今我是一个可怜之人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可怜之人，只有可恨之处，是呀。你就原谅